岡出發可以去一日遊嘅4個超熱門嘅景點。第一站呢，就係離福岡最近嘅太宰府天滿宮。我建議大家可以喺博多車站搭巴士，咁就舒舒服服40分鐘左右呢就到噶啦。如果大家都想租和服影相嘅呢，咁嚟太宰府度影呢就啱晒啦。太宰府呢，其實有過1000年嘅歷史，係供奉學問之神嘅神社嚟嘅，所以好多學生呢都會嚟呢一度呢祈求呢佢哋考試合格、學業進步噶。成個太宰府呢，其實唔算好大，其實玩半日呢已經好足夠噶啦。下一站呢，就係熊本，最快呢就係由博多車站搭 JR， 大概40分鐘呢就會到熊本站嘅啦。呢就去熊本城。雖然經歷咗地震之後，但係成個熊本城呢都依然都係咁宏偉嘅。其實最多人影相嘅位呢，就係呢一個日本武士啦。行完熊本城之後呢，我哋就落到去行佢嘅英姿馬場。其實佢就好似一個商店街咁，不過呢，佢就用咗一個好似江戶時代嘅一啲建築。大家就可以去上下通呢一度呢 shopping 同埋食嘢，因為呢度呢就係熊本最熱鬧嘅商店街。你可以去熊本熊廣場現場睇熊本熊佢嘅表演啦，你睇佢跳舞跳得幾得意。而第三站呢，就係由布院，最推介呢，就係由博多車站搭特急嘅由布院之心列車出發去由布院呢個車程呢，就大概係2個鐘。我會用童話小鎮去形容呢個由布院，因為你沿途行嘅嗰條湯之街呢，你發覺佢全部嘅商店呢都好有童話特色噶，簡直就令你覺得自己置身於一個童話嘅小說入邊。到另外一個景點金輪湖驟眼睇呢，我就覺得有少少似迷你版嘅 Hostel， 一個奧地利好出名好靚嘅村莊。嚟到呢度呢，就一定要去佢湖旁邊嘅呢一間 cafe， 仲可以一路坐低飲咖啡，一路望住出邊咁靚嘅景色。最後一個景點就係別府啦。如果你喺博多度搭高速巴士呢，就大概係2個半鐘內就到啦。別府呢係日本嘅溫泉之都，兩個我覺得最值得睇嘅溫泉。一入到去呢，就會見到呢個熱血嘅牌啦。因為呢一個地獄池呢，就係紅色嘅，所以佢就叫做血之池啦。而第二個亦都係我最推介嘅呢，就係呢一個海地獄啦。而呢個海地獄嘅池呢，就係呢個咁靚嘅 Tiffany Blue 嘅顏色。有呢一個小鳥居呢，可以俾你打卡影相。我就介紹咗4個由福岡出發圍繞住北九州嘅景點。留言話俾我知你哋最中意嘅景點係邊個？ 1、2、3。